你係咪肚餓、嬲、寂寞、攰？歡迎收聽我在 HALT。老實講，我一向都唔係對 fashion 有乜興趣，平時買衫都係實用為主。但早排 Blackpink 嘅 Lisa 第一次出席 Met Gala， 引起咗好多討論。有啲人話佢個造型唔夠 bold， 有啲人就話係subtle而有心意。咁我先知道，原來今年 Met Gala 嘅主題係 Super Fine Tailoring Black Style， 而設計靈感其中一部分係呼應黑人殖民地時期文化，即係話服裝唔單止係靚定唔靚，而係有歷史、有政治、有文化身份嘅信息。咁就引起咗我興趣，開始去揾資料。喺歷史上有一種被叫做 Black Dandyism 嘅風格出現，當時黑人喺殖民地社會甚至奴隸制度底下被標籤為低等，但有啲人選擇用精緻高尚嘅打扮去顛覆呢啲偏見，例如整齊嘅西裝、絲巾、優雅嘅儀態。用時尚嚟講，我值得被尊重，我知道我係邊個。呢種風格唔係為咗潮，而係一種無聲但堅定嘅反抗。講到呢度，我帶大家認識一位民權運動先鋒。Rosa Parks 係美國阿拉巴馬州一位非裔女性，因為佢響1955年拒絕將自己嘅巴士座位讓俾一位白人乘客，從而被捕。呢件事唔係第一宗同種族隔離有關嘅衝突，但佢嘅靜默抵抗成為咗美國民權運動嘅轉捩點。當時美國南部有種族隔離政策，黑人要坐巴士後排，前排留俾白人。如果白人上車冇位，黑人要讓位。Parks 當時係黑人婦女協會嘅成員，佢清楚自己做緊啲乜。佢被捕之後，黑人社群聯合組織咗長達381日嘅巴士罷搭行動 （Montgomery Bus Boycott）。呢場運動唔單止令巴士隔離政策被判違憲，更為整個美國民權運動打開咗前路。今時我哋可能唔再面對奴隸制度咁極端嘅情況，但你可能都經歷過一啲社會標籤，例如你着得土就俾人睇小，打扮得太誇又俾人話想搶鏡。咁你點樣選擇你嘅風格？你係表達緊自我，定係默默迎合緊標準？有時揀邊件衫着落街，其實都係一種身份對話。打扮從來唔係純粹個人選擇，特別喺被壓迫、被誤解嘅背景下，時尚可以係一種回應，一種抵抗，一種好優雅但又極具力量嘅聲音。下次你企喺鏡前揀衫，不妨諗下今日嘅我想用外表講咩故事俾世界聽。多謝你收聽我在 HALT， 下集見。如果仲有下集嘅話，